話球場王霸，南華球壇名家，全靠經驗，緊湊合作早已做到威震全天下。球迷愛佢好聲價，南華腳法如神有鬼馬，皆因球技卓住瀟灑，所向無敵，起腳度格，球技係佢最稱霸。南華人如龍馬，南華球員唔差，雄壯聲望，總會達到升價10倍，歐美全皆話，球王讚頌最好聲價，南華腳法如神有鬼馬，皆因球技卓住瀟灑，所向無敵，起腳度格，球技係佢最稱霸。南華球場王霸，南華球壇名家，全靠經驗，緊湊合作早已做到威震全天下。球迷愛護佢好聲價，南華我驚煩到你哋嘅，所以咧，首先同你講聲唔好意思啊！如果有咩得罪嘅，OK，唔好意思，因為我哋呢度咧都係熱心踢波，我係中意踢波嘅啫。嚟到呢度咧，有時我可能真係緊張個頭咧，我可能講多幾句。首先同大家講聲 sorry， 打波啦，係嘅。6分鐘開跑啦，今日現場咧見到比較生猛啲嘅馬咧，有2號啊，盡輝煌啦，5號就開心宇宙都幾活躍嘅。咁另外今日咧感覺上比之前都即係精神咗啲咧，就係14嘅古惑大師啦。反而4號嘅金梅千歲咧，佢上次嘅馬咧行圈咧就比較活躍嘅喎。咁但係今日我覺得佢行圈咧就冇上次咁生猛嘅。咁但係其他會佢係即係。有速度，但係點樣用個波係嘛？你可以喂試下做多啲作用，咁自己走入去試下俾啲波。唔好成日要我哋啲壞習慣，成日要自己攞住個波10幾20秒都唔放個波，你會好辛苦。放個波人哋打緊俾你就舒服好踢嘅。OK， 加埋人哋都係啲可能相對年紀差唔多咧，你嘅速度未必會輸俾就試下。Through sharp dialogue and scenario-based analysis, our leading experts analyse key market themes each week. 咁啊，今日都好齊人啦，咁大家又好齊人，咁就同對面咧，我第一次玩嘅，但係咧對面咧有溝通上咧，佢哋都係好斯文嘅，大家好斯文嘅，但係年紀咧差唔多。升價10倍，歐美全皆話，球王讚頌最好聲價，南華腳法如神有鬼馬，皆因球技卓住瀟灑，所向無敵，起腳度格，球技係佢最稱霸。
南華球場王霸，南華球壇名家，全靠經驗，緊湊合作，早已做到威震全天下。球迷愛護佢好聲價，南華腳法如神遊鬼馬，皆因球技卓絕瀟灑，所向無敵，起腳度格，球技係佢最清白。南華人如龍馬，南華球員唔差，雄壯聲望，總會達到升價10倍，歐美全皆話，球王讚頌最好聲價。南華腳法如神遊鬼馬，皆因球技卓絕瀟灑，所向無敵，起腳度格，球技係佢最清白。南華球場王霸，南華球壇名家，全靠經驗，緊湊合作，早已做到威震全天下。球迷愛護佢好聲價，南華腳法如神遊鬼馬，皆因球技卓絕瀟灑，所向無敵，起腳度格，球技係佢最清白。南華人如龍馬，南華球員唔差，雄壯聲望，總會達到升價10倍，歐美全皆話，球王讚頌最好聲價。南華腳法如神遊鬼馬，皆因球技卓絕瀟灑，所向無敵，起腳度格，球技係佢最清白。南華球場王霸，南華球壇名家，全靠經驗，緊湊合作，早已做到威震全天下。球迷愛護佢好聲價，南華腳法如神遊鬼馬，皆因球技卓絕瀟灑，所向無敵，起腳度格，球技係佢最清白。南華人如龍馬，南華球員唔差，雄壯聲望，總會達到升價10倍，歐美全皆話，球王讚頌最好聲價。南華腳法如神遊鬼馬，皆因球技卓絕瀟灑，所向無敵，起腳度格，球技係佢最清白。
南華球場王霸，南華球壇名家，全靠經驗，緊湊合作早已做到威震全天下。球迷愛護佢好聲價，南華腳法如神遊鬼馬，皆因球技卓住瀟灑，所向無敵，起腳度格，球技係佢最清白。南華人如龍馬，南華球員唔差，雄壯聲望，總會達到升價10倍，歐美全皆話，球王讚頌最好聲價。南華腳法如神遊鬼馬，皆因球技卓住瀟灑，所向無敵，起腳度格，球技係佢最清白。南華球場王霸，南華球壇名家，全靠經驗，緊湊合作早已做到威震全天下。球迷愛護佢好聲價，南華腳法如神遊鬼馬，皆因球技卓住瀟灑，所向無敵，起腳度格，球技係佢最清白。南華人如龍馬，南華球員唔差，雄壯聲望，總會達到升價10倍，歐美全皆話，球王讚頌最好聲價。南華腳法如神遊鬼馬，皆因球技卓住瀟灑，所向無敵，起腳度格，球技係佢最清白。南華球場王霸，南華球壇名家，全靠經驗，緊湊合作早已做到威震全天下。球迷愛護佢好聲價，南華腳法如神遊鬼馬。